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5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一开始来看，今仔是28连假的头一天哦。早起6点开始，国道1号车流量就真大，国道5号伫早起5点开始，车嘛真多。另外2月20就已经开始放零室内唔免挂喙罨，只剩便衣公共运输等特定的场所爱挂，代替嘛搁再提醒民众，你爱车头收票以后，就一定爱挂喙罨。先来挂喙罨放松了后，头一个连续假期，下晡台北车站已经出现提前休假的旅客，真侪旅客拢是专程挂喙罨。相替配合指挥中心规范，敢若限制旅客入去付费的所在，就是买票入门了后爱挂喙罨。伫车厢内底除了食物件，嘛是爱专程挂喙罨。如果说他在非付费区是没有佩戴，那要进到付费区如果没有佩戴的话，我们的一个检收的人员也会做一个提醒。听讲伫站区打广告提醒旅客，不过也是有人无挂。代提供的车暂无另外来提醒。这个连续假期，旅客真多来去，请旅客一定要遵守这个防疫的规则。2连假时间，高公桥也有测。第2个假期头一天，南下车流真多。西部国道在6点开始车就多啊，国5是对5点开始就往华东的车流。连假第1天以及第2天，国5南向的用路人呢，建议可以在凌晨5点以前或下午5点以后出发。高公桥分析，即阵拄好是花季。观光局统计，台南地区订房率超过7成，台中南投也6成外。估计假期前2天，西部国道南下车流真多，会加强来管制。对早起5点到12点，封闭各一备电系统、保险系统南向的入口。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昨暗头啊，宜兰台7架线有一头啊放落来去缀着车，嘛造成车内一个查某乘客头壳着伤，佮唔知影人哦，已经送病院治疗。这台车是坐一家伙啊4个人，因对台南要去宜兰佚佗，经过台7架线5.8公里的所在，因为向有石头啊落落来，甲车窗拍破去，坐后座的乘客额头着伤哦，人嘛昏去，救护人员甲病人送去罗东迫害病院，其他3个人是无代志。该看行政院长陈建仁顶礼拜伫立法院要进行头一届的施政报告，也毋过因为国民党团占领主席台，无法度上台。经过调研沟通，昨顺利来进行上任后头一届的施政报告甲备询。两位拢正关心民生议题，陈建仁嘛讲哦，稳定物价上主要就是伫食食的部分。最近吵吵闹闹的欠粮问题，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昨嘛搁再向民众回示咧。嘛强调讲会来改善饲价的环境，加强鸡卵的产能。另外，蛋价敢会起价？陈建仁是表示讲，这个要等3月份的蛋价审议委员会才会做决定。行政院长陈建仁日时到立法院报告施政方针甲备询，因为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前落去3.04%，今日立法院重点放伫民生议题。国发会主委姜明成讲，进前行政院稳定物价小组会议有讨论稳定两价大宗物资减税措施是不是延长，也有例行性的物价变动监控。妥善的再加以监控。那现在物价上涨最主要的一个部分呢，还是在食物的类的这个部分啦。最近两价起价甲部分地区欠粮引起关心，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讲，目前欠缺数量差不多50万到80万粒，会为国外调汇，会赶紧伫通路补齐。也过一摆回息咧。因为最近这样的一个蛋的不足，然后让消费者多跑了几次，我当然会觉得说我没有做到让消费者可以及时买到这样的一个鸡蛋，我当然要来道歉。另外，外界关心电价可能会起，陈建仁讲希望互电费维持伫合理的价上。另外，电价是不是要调整，陈建仁无保证，只是讲爱等3月审议委员会才会知影。一定会来兼顾到民生物价的这一个部分哈。那但是呢，这都需要经过审议委员会很详细的来推算。是。那是在3月份的时候，我们才会来做这样的决定。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俄乌战争和国际燃料成本大起，最近有小可回一点啊。会爱台电就燃料成本结果、国际情势甲国内物价这因素做综合讨论。佮讲对去年用电大户有起价，民生用户甲即马拢无起，对民生的稳定才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再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咱先来看《自由时报》。礼拜连假的头一天哦，因为公立大陆冷气团落南，上北市透早出现10度的低温，
北部规天拢正凉冷，上关温嘛只有14度左右。中央气象局嘛针对全台湾9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再来看联合报，为着要减轻照顾者的负担，卫生福利部宣布讲，家庭照顾者经过专员的评估，到厝内指导照顾的技术、心理辅导、咨商的服务，拢唔免付部分负担，是免费。再来看中国时报，社区药局最近唔拿安蒙西林抗生素无货，尿护腺问题使用的多士达嘛欠货，只好请病人直接去大病院摕药啊。社署是表示讲，因为疫情、乌俄战争、有欠工等因素，一寡进口的药品最近拢欠货，嘛已经尽量用替代的药品，还是用专案来生产制造来提供这药啊。咱再来看北基道的交通月票已经确定讲一个月12块，高雄会有2个版本。今仔高雄市区的月票一个月是399块，下县市的版本爱999块。也毋过有高雄的民代就质疑讲，高雄的市区月票比台南、屏东贵100块，无合理。另外，中彰投苗甲其他县市的月票方案目前是搁研究。交通部长王国材嘛表示讲，原则上月票方案的预算是执行到2025年，先来试3档哦。若是讲效果袂歹，会搁继续补助。捷运轻便铁路渡轮正大众运输高雄市定案，通关月票399一个百，后面代表这期计小比邻近县市较贵。高雄市民足足比台南跟屏东贵了100元，所以我们定399的这样一个价钱，它已经达到3折了，3折。南高平月票采跨县市甲境内2种计价模式，城际中间统一计价999块，境内袂计是差100块。台南屏东299，高雄399。市府讲，今仔看定价无客观，原本高雄月票1种250块，对拍节来看，高雄大约拍3节，其他县市拍8、5节。愿意搭的人应该频率就蛮高的，所以399应该算合理啦。有时候火车会转那个公车或者是捷运之类的，对，所以会有差。平常都是在骑车，所以就比较没有感觉。交通月票方案除了台北、新北、贵人、桃园、台南、高雄、屏东计划确定以外，其他县市方案也建议推出，想要拼7月实施。交通部长王国材讲，原则有算执行到2025年，做得好不排除延长。如果公共运输使用量提升，私人运具少的话，对改善交通拥塞、减少车祸是很有帮助的哈。交通部统计，民众伫公共运输甲通信费用占个人支出12%，通关月票会使减轻负担，也改善交通。台北市长邱万安建议补助要有延续性，莫干那局限补助3年，也希望伫公路客运代替加机器设备顶面专业补助。我们也希望说，在财务规划上面能够有永续，也就是说，现在目前规划是3年。台北市府统计，台北、新北、贵人、桃园月票实施了后，买的人数上最76万张，未来也规划现有1280块月票的退场机制，袂损害民众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县的金峰乡是目前全国唯一无超商的砖头，之前是有开一间无人的自助超商哦，也毋过后来嘛关门咯。有民众是认为讲地方有传统的柑仔店就有够，也毋过嘛有民众感觉讲有超商会加较方便。公所是表示讲，若准大家有共识，就会来出城，互地方有柑仔店、有超商，方便民众。14年前，台东县金峰乡拄到8八洪灾，全国拢真关心。迄时阵，金峰乡是全国无超商的乡镇。2年外进前，总算有超商说无人自助式超商，结果伫去年1月关门。佫正做全国唯一无超商的乡镇，最近个人咧讨论是毋是按超商来进驻，毋过传统杂货店真贵，小地方的杂货店比超商较有真正味，毋过也人认为超商应交钱，应解决偏乡交通问题。杂货店是一个有温度的，在部落来讲是一个有温度的地方，可以赊账，甚至可以拿去借钱。我觉得缴费这种东西啊，如果一定要下去太麻里缴，就是这个路程啊，对于很多老人家跟其实很多没有机车、没有交通工具的人来说，这是很不方便的事情。金峰乡公所表示，当初会有无人超商是因为乡公所提供无利用的空间出租。去年租约到期，业者也有意愿要设实体超商，不过乡民意见无同。乡公所认为，等时机若好，业者也甲在地居民沟通，真紧到超商进驻。找到一个平衡点，
大家能够共赢，急用乡亲，既便利又多元的这些服务。金峰乡也无邮局，民众要驾批，按走到附近太麻里乡也无火车头，买车票也真麻烦。乡民讲，大家拢就是金峰乡甲其他附近的乡镇真近，不过其实爱便利需求心理距离也是真远。记者综合报道。内看有统计显示，讲108年开始到达，逐档宠物狗仔登记的数量拢伫10万只左右。这几档饲鸟仔的数量是一直增加哦，去年就有132000只。这有可能是饲狗需要空间，都爱逐工遛狗，饲鸟仔还袂麻烦。咱国内卖宠物物件的店头哦，最近5档来嘛增加超过4倍外。遮尔古锥的眼神和碰西西的毛，这个毛又是杀着真侪人，拢想要做伊的主人。财政部统计处指出讲，最近几档饲鸟仔的人是大大增加，会当看出习惯的改变。猫咪现在是比较多人在养，然后连那种就是年龄族群越来越可能50、60岁的，可能陪伴也蛮多的。看财政部上新的统计资料，对110年到去年，当年饲狗仔的登记数拢伫10万只左右，但是饲鸟仔的是当年一直成长，对110年的115000只，到去年已经有132000只。另外，各县市饲鸟仔的家人对39.7%是增加到63.8%，台北市嘛对4成5成长到6成。门诊的话，其实猫的成长速度是非常的快，那狗的话。尤其是大型狗，在台北市的话，是消退的非常的快速，因为大家都住公寓，可能你会大狗要吵到人，而且大狗需要有那个比较大的空间活动。不能说狗主人花的比较少，真的是猫的主人比较愿意花钱在猫身上。常常开玩笑说，就是我们狗狗叫狗主人嘛。可是猫都是猫奴啊！饲狗仔、鸟仔的人愈来愈多，嘛代表相关的商机来啊。统计宠物食品业者对107年的642间，到去年已经有3286间，成长超过4倍。卖厝专家讲，饲狗和饲鸟的人选的厝嘛，拢会无同。养狗的族群会希望房子可能有中庭，那或者是外面有小公园，可以方便它遛狗。那如果说是养猫的族群的话，因为猫不大需要这样子的活动，可是它会希望就是相对比较通风的环境，因为毕竟猫多数是在室内活动，而且猫砂的味道也会比较重。狗仔和鸟仔习惯无同，嘛大大影响主人想要饲对一种。对饲狗仔改做饲鸟仔嘛开始一直出现。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乌俄战争正一档咯。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教堂伫饭店共争。过去的一档哦，双方已经有超过30万的阿兵哥阵亡，死亡的百姓大约有2万人到4万人，有800多万的乌克兰人逃去其他国家。伊国内嘛有500万的人民有路无厝。乌克兰去年的 GDP 国民生产贸易嘛落3成，战后中建的经费至少爱10条的台票。演奏乌克兰国歌为胜利者的金顶小堂院传来惊声破半暝的宁静，这一暗乌克兰人心内无平静。五号战争1周年，西部大城利维夫用庄严的仪式哀悼牺牲的军人，民众面对毫无听见现象未来，心内真不安。Ну, насправді рік тому було набагато мені страшніше. Я не знала ще тоді, що нас чекає насправді. Було, не по собі зараз. 中國外交部自是公布有關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其中有12點立場聲明，不過無講到戰爭或者是侵略，也無呼籲俄羅斯撤軍。反倒都係講到反對無經過聯合國安理會授權單邊制裁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認為，中國開始講烏克蘭是好代誌，中國攏是強調尊重領土完整，都應該愛俄羅斯離開。Перш за все, я планую зустрітися з Сі Цзіньпіном. І вважаю, що це буде на користь нашим державам і безпеці у світі. У нас з Китаєм великий товарообіг. Питання не тільки в війні, питання в тому, що ми G7 7大工業國集團也開線上會議，會後發表聯合聲明，各對家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各提供滿足烏克蘭需求的軍事支援，加對家提供人道援助。專家分析，戰事是不是升級的關鍵時間點，就喺這春天，中國刷落去的動作會影響大局。Russia is putting in a lot of men that it has recently mobilized, and Ukraine is waiting and reliant on supplies
from the West,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allies in Europe. It's possible that China looks at the broader picture of its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with the West and considers the potential for sanctions or other kinds of punitive actions from the West were to send lethal aid to Russia. 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大动作宣布要提升核武能力，到底俄乌什么时阵会停战，一元进派武器？公司新闻电为您报道。再来看美国的《华尔街日报》23报道指出，讲面对中国的威胁，美国会增加伫台湾驻军的人数、规模，也是目前的4倍，卖来加强对台湾军统的训练计划。针对这个报道，白宫是无直接回应，也毋过强调讲会继续小听台湾。俄乌战争满1周年，国际更加关心台海局势。23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会大大增加在台驻军的人数，来应对中国的威胁。美军计划伫未来几个月伫台湾派100到200个军人，含1年前30个人来比是超过4倍。这当扩大我甲台下一直无公开宣传的对台训练计划，提供国军需要的防御能力。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remains aligned against the current threat posed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consistent with our One China policy. That has not changed. 事实上，我们跟美方有很多的交流，不限于这个单一方面的，这事情我要彻底了解了才能做说明。台美各方单位拢无进一步来说明，不过学者认为讲，这消息应该是真准，而且计划真久啊。增加驻台美军，唔但会训练国军来操作美国的武器，嘛会伫防范中国攻击的战术面来指导。来就协助台湾的军队训练，还有战略就是设计的部分，所以它是比较像是一个顾问性质的。报道嘛指出，我甲台下已经加倍拍拼，要互台湾采取尖锐战略，互台湾搁较袂遭受攻击。国务卿布林肯嘛表示讲，若台湾防侵犯，就会有毁灭性的影响。If there were a crisis in Taiwan as a result of China's aggression, in some fashion, that would have, I think, disastrous consequences for the world economy and fo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that's a message, too, that Beijing is hearing increasingly. 布林肯指出，全世界这么关心台海危机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这不是中国讲的内政，确实是全球性的议题。即马互各国团结起来的原因之一，唔但只是为了支援乌克兰，嘛是已经想到中国有可能对台湾采取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用什么款的方式学台语较紧，效果嘛较好咧？咱来看有台语老师在教唱歌学台语哦，学生进步的速度阁真紧，效果嘛袂歹。咱做伙来看卖。对音乐唱改编的台语老歌《望春风》，每一句歌词发音拢爱正确，而且除了学唱台语歌，还当练习看台语文。有的民众原本根本袂晓台语，因为爱唱台语歌，决定要来专心学台语。我是客家人，可是我会听啦。有的台语的对我来说有点比较深啊，有的是要看字才了解，没有看字的话，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一寡迄歌词拢足文雅呀，然后一寡迄个足通俗的，所以咱唱的台语歌，其实你看即马不管有的人袂晓讲台语，嘛足够唱的啊。台语老师讲，其实用唱歌的方式来学台语，确实学的速度会较紧，尤其是有的歌词有真侪平常时较少去接触，用唱歌会当更加了解内底的意思。有人袂晓台语，但是伊是因为学唱歌，甲了解讲哦，这个词原来是这尔啊水，吼，啊伊的意思是啥物？安尼伊就知影讲哦，原来这台语词，吼念起来这尔好听，啊意思个。这尔水，人讲吼用唱歌来咧学即个母语来学台语吼，是上介紧的吼，因为迄个旋律啊，迄个安尼佮配合即个歌词，啊你学台语足紧。透过老师一句一句教，那家己的台语愈来愈进步，而且佮会当练习歌声。大家拢讲用这款的方式来学台语，实在真趣味。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来看摩洛哥树脂油，因为保养皮肤甲头毛效果是袂歹，嘛是摩洛哥的名产，嘛是当地真重要的经济收入。也毋过用手工来织油是真高工，
真麻烦哦。即马真侪少年人拢无愿意学咯，所以真侪老师傅是真烦恼讲，即款手工集邮的技术会慢慢啊失传。非洲北部的国家摩洛哥非常欠雨水，热天的温度阁热甲会惊人。坚果树是真少数会当伫当地这种环境条件之下生存的农作物。摩洛哥坚果油以早拢是用来煮食，但是有科学家发现，这种坚果油用来保养皮肤甲头毛效果真好，所以最近这几年愈来愈受到欢迎。除了外销以外，嘛有真侪外国观光客到摩洛哥佚佗的时阵，会顺续买坚果油。参像合作社家己经营的店面，就变作吸引观光客的一个所在。虽然合作社提供工作机会给当地的女性，但是因为用传统手工的方式生产坚果油，非常高工。少年辈的查某囡仔，敢若想要负责招呼人客买物件，无人想要学这种传统的手工。所以虽然合作社的创办人强调，用机器生产的油，香味甲手工生产的绝对无同款。但是伫少年女性无愿意传承的情形下，以后用手工生产摩洛哥坚果油的技术，恐惊会慢慢啊失传。记者甘恩恩编译。最后来看今仔详细天气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15度；中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19度；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5度；东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6度。华北地区上低8度，上悬17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